主后2022年7月初1，每日先眼光读经，领受上帝的信息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到20节。阮嘛为着即个缘故，常常感谢上帝，因为恁对阮听到上帝话的时，无甲伊看做是人的话，颠倒甲伊看做确实是上帝的话。即个话伫恁信徒中间在运作。兄弟姊妹，恁有拄着伫犹太地上帝的教会，就是属基督耶稣的教会所拄着的代志。恁受到家己同胞的迫害，拄亲像因有受到犹太人的迫害。遐个犹太人杀死主耶稣甲众先知，嘛迫害阮。因互上帝无欢喜，嘛甲众人做对敌，甚至阻挡阮传福音互外邦人，互因通得到救。因继续犯罪，直到罪恶灌满，最后上帝受气临到因身上。兄弟姊妹，阮受逼暂时甲恁分离，不过是身躯3日，心却无离开。阮偌尼迫切爱搁看到恁的面，阮真爱去恁遐。我保罗一遍搁一遍想要去访问恁，毋过撒旦甲阮阻挡。咱的主耶稣来临的时，阮的愿望、欢喜，甲上夸口的是甚物？减毋是恁。恁实在是阮的荣光甲欢喜。以上，愿上帝祝咱所听读伊的话。领受上帝的信息。对2019年6月去新竹市立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来参加为期6日的动物志工营了后，到今我拢尽量逐礼拜半工去即个位伫南寮的园区做志工服务，陪伴遐个因为无共原因来到园区的流浪狗。流浪狗拄入去园区的时，通常就受关伫笼仔内。等到有志工入园服务的时，狗仔才会通互人牵出笼仔，得到短暂散步走跳的机会。为着要会当短时间内认捌狗仔，志工拢会想尽办法辨识狗仔的特性，搁替因号名。志工通对狗仔的行为了解因的特性，就通真紧引带协助狗仔社会化，互因惯势新的所在，渐渐适应环境，通用充满自信的方式面对新的生活。帖撒罗尼迦教会伫受迫害的处境中，保罗透过因所展现的信仰生命，认定因是真正有接受上帝的信息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以后，捌有短暂的时间牧养因，后来因为犹太教徒的迫害，不得不离开。毋过，保罗对因的关心毋捌放长。伊伫雅典的时，捌差遣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，要坚固甲帮赞因的信心。提摩太汇报，即间教会的信徒虽然受迫害，
总是因为对主信靠、委身、行为产生改变。保罗了解后，特别为着这感恩，佮肯定因的信心、疼心甲仰望的表现，看到因学习耶稣基督甲其他受迫害的信徒的榜样，保罗赞赏因也诚做别人信仰的楷模。保罗除了肯定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信心，也佮指出上帝信息是带着权威的信息，会改变听叹的人的性命。这甲一般演讲者为着讨听众的欢喜，简单考虑讲某一寡人爱听的内容是完全无共的。咱通看到保罗毋但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活出坚定的信心，感觉安慰，伊搁较感谢的是因接受伊所传的信息，就是来自上帝的教示。我嘛相信，这也是每一个忠心传讲上帝信息的牧长内心上深的期待。世界不断在改变，互世间人着面对侪侪的挑战。咱身为上帝儿女，必须继续透过听叹上帝的信息，坚定活地，因为上帝的信息就是福音的大能。当咱持续聆听、顺服，经历生命的改变，才会当伫生活中也诚做别人的榜样。祈愿上帝的儿女伫面对即世代的挑战甲困境的时，会当起做根基伫上帝的话语，赢过一切的挑战甲困境。默想，拍开的门 ，Open Door 是一个全球性跨宗派人道关怀的机构。根据因的报告，伫2021年，全球军队耶稣的人的内面，每8个人就一个遭受高度迫害。试问，咱通为着因做甚物？试问，咱通为着因做甚物？咱同齐来祈祷。大能力的上帝，我要为着受迫害的基督徒团体甲个人代祷，愿因会当得到所需要逐项的资源。求你，互阮踮伫主耶稣内面共同见证，踮伫基督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